過去18歲立法會一向仍難關，你卻話最害怕叫掟雞蛋。你責備拉布，而未留身邊一位偷懶，其實稅項裏養了一批太監。然後突然東北動用3億想通過靠二手，你想發表可惜得1分鐘去追究，禁制一刻建制派奉命同星星好老友，道理沒有，論據沒有，全部變大地主打手。吳亮星不足1票，財務委會中竟可唱票，胡亂噏亮星開會開到甩晒所有橋，散會揾保安照，2條友警偷偷鬆了，連望入被盜了，記者看着苦笑。胡鬧是無止境，外面差佬出監卻冇藍證。你起訴他，可惜他的 boss 叫禿鷹。問689，佢卻要傍住全家多位女性。最滿怒聲，沒有人性，疑惑裏實在點樣定？吳亮星不足1票，財務委會中竟可唱票，胡亂噏亮星開會開到甩晒所有橋，散會揾保安照，2條友警偷偷鬆了，連望入被盜了，記者看着苦笑。記住那關於東北的教訓，人人都嬲到震。你既知道做法戰到家，只有是繼續抗爭。